来看英国国会刚开始新的会期，国王查尔斯三世嘛头一届以国王的身份来致辞，这嘛是英国70多年来头一场有国王演说的开幕仪式。乌中团练官克拉克去下棋院，这时阵大门同伊面直接关起来，象征下棋机都对伫君主之国，伊爱敲门了后，才能得到稳准入去。Mr. Speaker, the King commands this honourable House to attend His Majesty immediately in the House of Peers. 克拉克2018年接受政府正式征做英国650年来第一位女性下棋机乌中团练官。这摆工作特别有意义，是为国王查尔斯三世第一摆用国王身份发表有做致辞团练。查尔斯三世去年捌代表行动不方便的妈妈，迄时阵抑搁在世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到场。首相苏纳克在野工党党魁斯哈丁将国会议员接平了后，起身去上议院。It is mindful of a legacy of service and devotion to this country set by my beloved mother, the late Queen, that I deliver this, the first King's speech in over 70 years. 国王的有做致辞由政府写，照传统爱超脱政党政治甲中立，君主免用个人情感甲价值判断将国念完。查尔斯三世强调，英国政府注重打击犯罪、促进经济成长甲应对气候变迁的相关计划。政府第一任务是促进国家长期利益。最近中东局势、俄乌战争，英国也甲各国斗阵应对，致力和平稳定。查尔斯三世是照传统为白金汉宫坐马车出发去西敏寺，为专用入口进入到上议院的王座。疫情过后，这场盛大仪式特别受注目。不过，国会外口有反君主制度抗议活动，不过规模拢无算大。公司新闻黄文玲报道。